準備咗灰色冷4股線、鈎針6mm 同埋一啲工具。手掌向自己，尾指翹1圈，由手掌向上拉，食指托住線，中指手指公撳住線。鈎針喺線下兜1個圈，喺左邊拉線，穿過線圈，打一個活結。而家開始勾鎖針。第一個鎖針，第二個鎖針，第三個鎖針。而家勾緊嘅係帽嘅高度，50個鎖針。V 字為一個鎖針，數50針。開始度緊帽嘅高度，32cm。開始勾第一行起立針鎖針1針。呢一針唔計算50針之內，第一針唔計算，由第二針開始勾。前半針、後半針，勾後半針。開始勾引拔。第一個引拔，用個扣扣住佢，第一針，勾6個引拔，6個引拔。下一針勾短針，第一個短針，用個扣扣住佢，第一針。勾下一針之前，喺上一針左邊最後一條線穿過，再喺下一針勾短針。一次過穿晒3條線，呢度有3條線，先穿喺最後嗰條線，然後喺下一針勾短針，一次過勾晒3條線，勾44個短針，勾到尾。度下帽嘅高度29cm， 縮短3cm， 有彈性嘅。而家勾第二行起立針鎖針1針，唔計算50針之內。勾後半針，勾短針。第一個短針，用個扣扣住第一針，先穿過最後個圈，喺下一針勾短針。穿最後嗰條線，下一針勾短針，每行都要勾起立鎖針1針，不包括範圍之內。紫色扣範圍勾44個短針，粉紅色扣勾6個引拔。頭圍長度根據自己尺寸而勾。
換線，先穿過第三條線，攞條新線出嚟，翹好手勢，勾針先篤落下一針，攞條新線，勾針勾條新線出嚟，撳實啲線，勾針勾條線出嚟，穿過晒3條線，勾針穿過第3條線，先篤落下一針度，將所有線撥晒前邊，撳實去，勾針勾條新線出嚟，勾針勾條新線，穿過晒3條線，勾多幾針就冇咁容易甩線㗎喇。頭圍長度勾到尾聲啦，度頭圍長度54.5cm，帽嘅高度26cm，開始縫合。頭先用6mm 勾針，而家唔用啦，改用3.5mm 勾針，因為支勾針係幼啲嘅，所以鬆手啲勾。頭先係勾上邊嘅後半針，而家係勾側邊嘅前後針，成個勾晒。先穿返個線圈先，由側邊都入去，係最前嗰條線，唔係由下篤入去，而由上而下篤入去。預早擺咗條線喺裏邊㗎喇，翹一下，引拔，全部勾晒出嚟。呢個係短針嘅勾法，鬆手啲勾，由側邊都入去裏邊，由上而下都入去，翹一下，引拔。鬆手啲勾，對應返個位置勾，睇下而家同頭先勾嗰啲一樣嘅。勾短針最後一針，由側邊都入去裏邊，拉下條線，對應返邊個位置，由上而下，翹一下，引拔，開始勾引拔。勾後半針，由上而下，拉下一條線，對應返個位置，由上而下，翹線，引拔，鬆手啲勾。後半針，由上而下，拉一條線，對應返個位置，由上而下，翹線，引拔。
勾一個鎖針，斷線，縫合帽嘅頂部，度線長，縫合帽嘅頂部，用針前後咁樣篤落去，起始點同一個針窿位嘅，漏咗一針嘅，勾返條線出嚟，拉緊去打個裂。用鈎針將啲線勾晒入去裏邊，整個球用硬卡紙翹線，縫喺帽嘅頂部，左右對稱咁樣縫落去。將所有線一次綁實晒。帽嘅高度23 cm， 頭圍長度27 cm 乘2，80克。多謝收睇。